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的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琼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卡呀，你别去书先食堂，较早跟我说啊。讲正经嘅啦，我喺知道讲哦，佢哋嘅状况还有父母哦，讲起上系意料嘅。不过我知道凊好嘅地方就係讲，佢哋做嘅客家菜哦，係用创新嘅想法去做嘅。你下嘅反應哦，正經以後呢？客家菜用改变创新咯，佮无可能讲姜丝炒太长，姜丝就阮酸甜，啊小件就阮配种菜啊，我哪有说？唔係安尼啦，佢哋嘅想法哈，就係做出混血菜。哦，混血菜。你有試過嘅東坡肉嘛？我冇食過，唔過我聽過呢。佢哋哦就做出有客家口味嘅東坡肉，以下嘅就係佢哋講嘅混血菜。咁照安尼講，隻東坡肉同下面晚嚟嘅鳳肉做法就差唔多。差咩料冇共樣添。冇唔錯。啊，隻東坡肉特色了。我喺知道講哦，首選食堂有佢哋好嘅地方，然後會去切斷唔係廿幾年嘅事情聽聽。故說，你嘅生理哦，一定會受到影響嘅。不過，你蠻了，沒有自家嘅特色啦。阿妹啊，我記得你對傳統嘅客家菜有自家嘅堅持，我未贊成。不過，時代都嘅改變了啊，你咪去求新求變，安尼慢慢了，爭到你永遠行下去咩？你講冇唔錯啦，下面晚了20人嘅，阿妹老了呢，還被慢慢了，沒有搞本啦。阿妹做唔甜筒的，但是阿妹相信你做得到啊！阿妹啊，你嘅意思係講，我做對用自家嘅想法來做慢慢了？當然做得了呀！從細你就在阿妹身邊，我做乜個菜，你多少咪啲嘅咩？唔係當聰明，做菜就用心做咩？所以阿妹支持，我相信有辦法同美滿的做得更好。實地位啦，好啦，較有誠意地位，攞成名橋哦，較做地位本姜在來呀哈。好啦，好啦，開下來呀，起咧。成名啊，感謝伊本來偷偷加入一隻好心橋啦，佢真嘅當乖，咩當好啊。唔過我兩公婆啊，結婚按久嘅，到底都問小心嘅。
求神明哦，保佑佢哋，本佢哋较夹到啊，做得叫伊只孙的本爱男嘛。感谢你，拜托了哈。来，你就本意啊，你暂下等下交本家人嘛哈。妹啊，我感觉唔抢结啦。我同家人结婚真上陣嘅，應該想本家人適應下幸福卡，再嚟講關於生意嘅事情。再講，生意唔會講驚就驚啊！我拜託每本家人要壓力啊！係咩家人能講乜嘅咧？唔是佢同我講乜嘅，唔做個暗面嘅，萬人就看得出來。你一陣安故咩看得出來咩？阿妹，家人真係冇同我講乜嘅，我只係希望本家兩個多一點時間。行開幾久哈？那唔上課那呢？你用啥幾多寫咧哈？等下一擺都我講都講唔出來哦。我笑吼，我等唔到我孫仔講出來啦。唔係講我本壓力啦，我按做咩味道唔得好啊？好，捱啲捱啲。我諗講哦，要做唔得凊彩拿下來哈，正式時間做就拿下來，你記得㗎。哇，哦，哎，那边前面的资料啊，这出书的了。太姐啊，你安样啦？准备考研究所咧写論文的嘛？真唔係啦，阿妹哦，做未滿了，做了22年的啊，幾下愛交本愛來改獻，我聽愛好好準備啊。上做得本未滿了，變得更較好咩？既然相信愛，你絕對做唔到本嘅什麼啊？太姐啊，陪你哦，我唔敢講，跟你哦，絕對冇問題的啦。哎，錯，迄講哦，用來吞書的都會提防啊，眾人來講哦，唔是客氣哦。哎，小大姐，小姐啊，你來請假子啊？對啊，給我吹哦。啊？那他去哪裡啊？應該很快就回來了吧？機票啊沒有，去看得蟲了呀，應該冇按腳哦。啊，我這裡有2張電影票哎，本來想找嘎子一起去的。哎，安尼啦，阿連股票你去看咩？迄講你兩啥夾夾去看哦，佢應該和副業轉來住安嘛，錯嘛？走，大姐說的沒錯，走，我們現在就去。啊，我們2個孤男寡女的，要是被誤會了，那怎麼辦啊？我還想留點給人家探聽呢。拜託你好不好？我還想留2點給人家探聽呢。哈，了不起，等下劃位的時候分開劃，裝作不認識總可以。你這樣說是可以啦，可是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哦，所以啊，你要請我吃剉冰。剉冰？好啦， 5468，喊你穿啊！好，我請你吃剉冰。真嘅？好啦，夾夾去咧啦，啊！阿東哥，你等我拿來之後誒，你寫啥？唔是，存在留嘅。阿妹，我來認識嘛。干呀，我意思係阿妹，今晡日唔是生約嘅哦。我冇譜啦，用嘅喏。梗唔要太太壓力吧？係咩阿東哥讓講話嘅啊？阿妹，唔好當傷呢，那冇乜嘅意思啦。係因為唔知你哋關心亞地位，陪亞地位壓力真嘅動態，兩個咩想夾夾有生意呢啊？唔過你嘅事情咪傾唔來嘛？唔係講阿妹吼，我變你哋啦。唔可能兩解樣嘅，當然按像無少無緊嘅。
根本难怪阿妹要按手啦。错啦，我遐东姑那本个平安符，求那本伊嘛。哦，係咪呀？系啊，你若当迄秒求的呢，要啦，东姑伊三一只，大连哦，通讲动又好，东家是会好消息的呢。不过哦，有件事情哦，你哦。看原来的诶，还有听人讲哦，什么嘢你莫做意外讲哦，按2张年内哦，当家是不是好消息的呢？阿妹，哎呦，家人，看原来的话啊，什么嘢当家是高兴的啦，你哋还唔使使讲讲啊咧，喊伊拜我讲哦，行无按简单呢。尤其啊，遛过头的人，人体质落偏人无强壮，无较注意到呗，让我讲起出来呢。阿妹，你係咪啊向哪高興啊？哎呦，唔係啦，我用我嫌人高興咯。哎呦，阿妹看唔要講法啦。还向哦，叫伊发班哦，叫你当学生。哎，阿珍啊，叫伊做嘛新的点心哦。我咧扮演用呛死咧啊！我度俩糯米粉底袂拄吼，加一点绿茶粉啦。我想哦，你做汉白人试看。汉白人啊？你也当聪明呢，佮炒做咧洗酒呢。其实吼，你系家人本来建议啦，我讲我唔会发啊，我想有时间是试做看啊。错了。啊，家己以前当儿是差，难怪佮用差咧做咧种东西。今边唔得啊，冻菇咯呀，家人咯，等下做白人做啊吼，那得非常意思看啦，啊。阿妈姐，唔太想家人吼。家人以前2月3日就会转来啊。礼拜几礼拜冇转来，点冇阿妈来讲？阿妹，冷静。够了。有，今晡日又係你那點心嘛？阿勇啊，配對茶勇啊，精神出來咧。還看哦，你食了幾回哦，哦，那時間係差響啊。冇啊，我唔係嘅意思。講實話啦。有，像佢啲差響係唔係似魔漢啊？你看家人哦，請叫魔轉來嚟啦。佢結婚人叫哦，從晚些人叫魔轉來呢。阿妹，嗰件嘢我真係家人做來，一下一無痕。冇要緊啊，有閒就做來，無閒就唔是咩？家人要加本呢，咁樣我講，你為家庭為重，係嘛？阿妹，歹勢啊！講話歹勢咯，嘿啊，東姑，等下裝裝啊吼，係叫你做佢點哈？好。中间人的位置哦。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妹妹来，买口香糖哈。谢谢哥哥。唔該，乖哈。那你像坤天一樣，嚟搶隻口香糖。哦，看不出来你这么有爱心哦。哎，乜個看不出來，拜託啊，我是以愛心出名的，好唔好？哎呦，才夸你2句嘞，就得意成这样，哼，这么厚脸皮哦，一定交不到女朋友了。哎，講緊乜嘅花，我有乜搞唔到女朋友，迄個無想去搞好冇？啊，攏講哦，我體外吼，迄好搞啲都給學妹票選出來個校園王子第1名。啊，那你是說你交過很多女朋友咯？哎，水面，我家講嘅班無談清楚嘅嘛，我講吼，我無想去搞，就表示吼，我一家咩無搞過。那就是在操蛋嘛，吹牛。哎，講緊乜嘅花？我攏講我新聞度只有料理啊，我無心情一片朋友啊，有時候我喺搞一隻什麼嘅吧，對佢真無公平啊，錯冇？那既然你人氣這麼旺，那第2順位應該也有很多人要搶吧？哎 ，no， 所以就係第4順位，因為前面3個係料理、韓系料理，一3個料理呢，佔咗係90%嘅時間，按有10%呢，我看天人愛買口香糖，故所呢，我全部的時間吼做到料理當空，韓國我正經人強下吧，你們有冇成為一種料理狂人？
不愧是料理狂人啊！说起话来哦，3句不离料理呀。吃饱哎，这片头多好吃啊！还一百多买啊！哎，吃饭不是饭都发麻呆啊！哦，你干嘛啊？很痛哎！我还看一副怪里怪气的样啊！哎，你冇唐人讲啊，吃饭忘体态呢。你唔专心吃饭用做人啊？唔都当伊都上东上西，哎，冲一副谈恋爱的样啊！恋爱？不会吧？难道我真的喜欢上小莲那个料理狂人吗？因为我知道你看为了安利弥漫流失东西哦，就因为了鸦片，就得吃到传统的客家面啊。故说要不要改菜单哦？我想不管样的改，应该保留安利传统的客家元素，用新的食材来变化安尼就好了。你就知道样呀？哎，赞成哦，太极下个上班。不过我建议哦，安尼做法当中哦，一定要保留客家菜熟烂焖烧的特色啦，所以所谓的缝，按除了缝有用啊，还做缝鸡啊、缝鸭的，有冇？安尼大家汤圆还没一生气。汤圆袂烦诶。做得只困难呢。不过我一下还有考虑一点呢，因为哦，以下个人哦，口味是都较单调的啊。我唔记得还会保留安利客家嘅传统油咸香无呢。来咁讲吼，你下人生法也好啦，吃的东西未必特别系营养啊。系讲吼，你下我你做客家菜，口味很难冲哦，我惊会影响到健康，安样哦，莫个不名片，未会见得来呢。还知道阿珍姐哦，讲得清楚呢。最近啊，台湾传统的客家菜哦，中油又中咸，较无适合人先推呢。哦。你有咩安尼想啊？好，安尼哦就决定咧，只有安利弥漫料哦，带条来改良，做新嘅客家菜。哎，错啦，安个菜单当中哦，听说个生意啊，因为哦，迄新嘅食材老做法吧，唔好改良改甲伊啊，杀客家菜嘅客家面模特了。记得哦，当讲我就是客家菜嘅人啊，所以算唔到客家面就特了啊。哦。太棒，说的真好哎！不枉费哈，我一心想要来拜师学艺。哎，你都讲乜个？哦，小莲师傅，请受弟子虽迷一拜。啊？啊什么？我说，我决定要来向你学做菜。嚯，你真是有眼光哎！哇，你知道连太尉是料理界的天才，知道找我拜师。等我一下，哎，我呀老师傅做做，也输气的吧？唔对不？喂。啊？无啦，哪个真唔会安尼想哦？水面啊，既然想要好啊，你就好好搞记啊。好，来哦，听着好好搞记，让你清楚明白什么是严肃的客家料理。可是哈，我还是新手，你不必太认真啊哈。什么不必太认真？听清楚啊！面对料理，我们要严肃的面对它。下个礼拜，每个礼拜天开始找我报道，我绝对不会留一手，我会把全部的功夫全部交给你，哈。那边死不留。这招好像用错了。大哥，干嘛？哦，咱咧研究哦，用一种客家炒这个用，炒到又香又脆。好哇，我也要学。你也要学啊？等下生眼呐，用两个长秃哦。干嘛这样说嘛？食菜呢，有时间还在想哦，还总嘛愿意要暗茶，
这孙都抢来暗情暗腔的土地啦。你看，要太重哦，我念贵州顺念都要缩脱的啦。啊，过去到这边，讲啦，哦，安怎讲？安尼客家嘅姜丝炒太重哦，做埋我按油命，所以因为哦，安尼处理家下有保留的太重，特殊嘅方面。像安样，安尼紧弄哦，迄做唔得咧，像快用快安尼，有冇？变装啦，变装来洗下，然后伫拄个油啊，含个垃圾东西哦，就拿在安尼做好未啦？吼，我就安尼，走。哎，水米啊，你用了没那么暗捧啊？峰没有啦，洗大肠哦，洗得太用力了，好热哦，哈，懂你。好。家姐啊，我要嘛啊，佮做下还有是半条了。唔会啦，还没有事情，这种大动物没嘛通用哦。我没事情啦，你是谁哦？有事情要讲出来，多一生意都做主意没好，你唔讲，俺用有办法咯。阿妹。那迄唔迄唔应该啦，同姑结婚啊？你讲麻烦，大动物人家啊？冇啦，人家都冇严格啦。不过吼，人哋做嘛，同像一直冇办法从以前的事情里头行出来。但是讲嘢，讲实在啊，你也冇赚了，连一通电话冇打过来。你看，也好，遐东姑人也没去诶，佢就讲一天会真大点，行哦，要生意你做唔得转喎，啊，你两张嘢，这样我有什么好？家姐，人太咧，一家人咧，你多体谅人家用点哦，哈？人家用咩阿东姑就来添嘅，点解希望讲阿东姑做者客家到头，用实来，按用做者体价增加传享福，你讲係冇哈？阿妹，我知啦，唔可以怪阿妹，不过我真係弄担心，然后本太个失望诶。你不要轻松点哈，冇本自家有压力哈。就像那发空样咩，佢发起多啊，发自然就会开嘛。佢啊，时间多，佢生意自然会腾出事啊，係嘛？啊，妹，我只是。就家人咧，你同阿妹洗奶，然后啊，你一次洗奶，一次洗奶，就算做呀妹，那还要洗奶。专业啊，同人家用多洗奶，最还甜的喂，人家用气香呢，係嘛？啊，哦，对啦。嘎子，等我一下啦！哎，你今天干嘛不等我？啊，你不是还有课吗？我想说你还有课，我就先回家啦。哦，没关系啊，走，我们快回美满楼。回？啊，你现在都不用去瓦斯行，都只回美满了。哎，蔡满，你该不会真的有心要学料理吧？哎，你今天讲话很奇怪哦，干嘛用那么多重音啊？而且都不怀好意的感觉。没关系啦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问啊，这里又没有别人，干嘛那么神秘啊？哎，你觉得小莲怎么样啊？他哦，不怎么样啊，就无聊啊、幼稚啊、自以为是啊、阿谀奉承啊、厚脸皮啊、爱见鬼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很
很可爱呀。可爱？哎，如果你说他可笑或可怜哈，甚至是可怕，我都能认同哎。他哪里可爱啊？都可爱呀。本来我还担心一下下，幸好我们两姐妹的眼光不一样，要不然就要抢同一个男人了。既然你对小莲一点兴趣都没有，那我可要展开天罗地网的猎捕行动了。哎，你这个熊马干了哈，他只是一个会躲在厨房阴暗角落自我陶醉的人。那讲老宇凶他一定会后悔的。才不会嘞！我觉得他既认真又有活力，应该是个可以依靠的阳光男孩。随便你啊，反正你就不要说我这个做好姐妹的没有事先警告你，到时候你受伤害就不要跑来跟我哭啊！放心啦，我蔡瑞美的眼光不会看错人的啦。走吧走吧，我们快回美满楼。走吧走吧。因为你在穿好什么？我是还是说哈，欢迎常来。因为菜色做得嘛？哦，对。尽量是啦哈。哎，小陈。哎，刘教有冇干事情啊？哎，你看冇多俩妹有段时间呢，对人头来讲，当初还冇新鲜感。看，来博的日头当初还冇之前按多的。虽然讲你遐生理也不差啦，不过你做咪挺有自信，一天想办法咯，开发新嘅菜色来上日头爽门。好啦，条家，挨好，我想到新嘅菜色。不过千万要注意哦，生理做了长久的话，一天想办法留你的落的日头留下来。哦，好啦，一点好，我要较注意着的。条家，我听讲，南面满了戏家有讲过，想我唱戏来点样做主事哦。唔多奈通来的。我。小陈，做事要认真专心去做，安样就唔是讲本人问题嘞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一天好好好做，唔要分什问题啊。听讲弥漫流的生理因为受到你的影响也越来越差呢。今日当中计划个转移，不过唔是少啦，有牙髓我一天我不能点样生理越来越好。这味道不错很重哎。不会，你闻闻看，真的，这个客家菜的味道。你闻。我闻很久了。客家菜的味道，你要闻。哦，你拜师学艺，你连这个都不闻。闻很久了，叫虫啊，弄虫做嘛呢？你们在看书呀？就小莲老师迷妹拱发拱安太师。看，你看，都湿掉了啦。哎，是已经泼我水的，多奇怪哦。我自己在玩水。阿妹，你看啦，操心。哎，嘉师姐，你好，我是本啊，我爱抢水米生，你就顺便跟我来啊。俺倒不会打扰你们呢，反正你只会顺便呛俺听听啊。俺以后肚后我学会四北呢。你看吧，我就跟你说吧，嘎子说他要读书，不要吵他。他要是考坏了，我们俩就惨了。嘿啦，我四北呢，加去啦，无度了，冲来看书。哎，你今天用的咯？你吃了佛用的吗？奇怪哦。哎，师傅啊，改下食本让我带一本给跳发上了嘛。好啊，跳发莫不用背了哈。哦。那我们走了，美满姨拜拜，嘎子拜拜。安子谁哦？走了。走啦。哎呦。就是本听听咩，有冇嘛改？迄种字啊，就要表现出来。有的事情啊，唔要庸庸的啦，喊摆到之后啊，让人压下。
再来后悔就来不及啊！哎呦，阿妹，都会讲嘛干哦，我汤唔食啦，我真冇中意耶，我根本就冇中意啊，我用可能会中意小莲这种人。阿妹，拿来天数啊？是啦，来，你坐，来，坐。阿姨嘛，今日阿妹同嘅庙求来嘅平安符。哦，阿妹，你放心啦。唔看，对呀，那闺女咧吼带带呢，连什么都冇拿睇到。唔係啦，阿妹意思係講哦，你無上去帶吼，唔怕啦，要上時拿下來，咪做得啦。我阿妹，歹勢啦，家姐嘛，阿妹哦，為到唔講生意嘅事情哦，本安太壓力哦，真件同歹勢啦。要講介條花吼，傷害你，唔過阿妹真件無嘅意思，你冇亂想呢。阿妹，那了解啦。歹勢，按到你遇到那個事情，本壓力安太，那做唔得做到一隻當好嘅成就。用人講咯，像安好嘅成就哦，愛耐錢啦。大家說啲哦，愛偷到一隻好成就，人生都講要不聽做成哩，有嘛好嘢呢？阿妹，不過哎呦，唔怕啦。哎呀，阿東姑講係錯啦，係我太急嘅，既然中間結婚3週年天天啊，阿妹較歹勢啦，冇應該按病嘅，還講介條花。阿妹，做得做人成就好，然後真係太幸福嘅。阿妹啊，咩當歡喜哦，要安尼成就啦，做得妥當嘅係我全部嘅福氣。來，安尼你是扮演，阿樣祝賀嘅哦，你扮演哦，迄個嘢阿東姑有看啊，做來嘅，當好先咧，來。大姨，你心情安好，發生乜個好事情？那當然咩心情安好，係唔好唔關心我。我用我無關心，我也哈冇做哦，就算唔清醒，佢查一同人講，冇去記得哦。那人唔開玩笑的啦，那以後吼，要兩隻按上啊阿妹，按到關心啊姊妹，那整然都幸福嘅。唔記得係你生日啊？唔記得生日？最愛唔嘅唔擅長阿東姑嗌啊！哦，對吼，係一隻最愛捱嘅先生吼，愛捱愛到吼，連個茶葉你都輕捱吼。然後一下整件乜嘅自由嘅，都幸福，一下就茶走甜甜嘅。家燕，我要壓力啦，慢慢地來，生意啊，佢可能佢即刻就會來，再講。你一下用就拉嚟。那亞皮之後做過最多嘅事情，最加本。什麼加本愛？嘅一生人啊，真美滿，真幸福。爸爸，辛苦了。唔好啦。我好我條路哦，姑嫂一系列都唔會使到辛苦啦。哦，錯啦，我上班交代人嘅事情準備到樣誒。哦，我要看到嘅資料吼，免有啦廚房嘅同事參詳過嘅，我製作會應該批下季節推出客家貨物啊。繼續講下伊啊。哦，我認為吼，會喺度做到用葱雞用菜脯雞啊，還有黃梨苦瓜雞啊。還有福菜兔雞啊，一條貨物吼來做主菜啦。一下批下呢季節吼，一定做賣檔吼。寒天要到誒，
我本1礼拜时间来设计菜单。1礼拜哦。唔啦。拉啦。我本1个礼拜时间，老菜单设计出来，10年以内完成事实，最慢到下晝日推出。我想要到寒天來之前，老貨物嘅市場搶下來。好啊，冇問題啊，我一定會盡力去做。哇，这个汤底真的是擂茶做的吗？是我们平常喝的那个擂茶吗？对啊，我老公讲啊，亚底度哦有绿茶、豆类、五谷类，还有坚果，有轻度的维他命 C，既营养又好吸收，而且哦，就现在的观点来看呢，是相当营养的有机饮食。哇，不愧是我的师傅哎，懂厉害哟！Stop！ 泰哥还在做项目啊，你赶快去帮忙。哦，遵命。哎，水敏。啊？给嘎慈有没有让我看到这来？他下午不是没课？哦，我有找他一起回来吃火锅啊，可是他说要去图书馆投诉。哦。哇，那个嘎慈嘛个时候变乱认真啊，投诉。哎，按好食嘅火锅。感染这位投诉嘛，真的是奇怪。大家以后一定请欢喜都给吃热乎乎的火锅吧。唉，我做嘛搞一三，空肚俩吃面包啊。还忙着呢。你还没得上啊？奇怪诶，我上唔做嘛噶？错噶，慢慢想唔清楚，你做嘛会上啊？不过最近哦，我做感触到你这在上来。假设还能问事情呢？我还没讲了呢。啊？我咪讲咧，我无生，迄个我有冇谈清楚，我讲一遍，我无生，安尼有谈清楚冇啊？假设啊，迄个哦，我买天蓬得身，你这只人来讲，冇需要安尼做咩？冇啊，我不如就安尼啊。你冇安尼好冇啦，我真定当中系最好的朋友。我想哦，你老水面做好朋友就好了呀，好。等下，哦，最近爱到水米的事情，你都吃醋啊？真的假呀？哦，难怪你最近很奇怪，所以爱到水米的事情你都吃醋啊？唔好乱讲法，我真唔讲你老水面用的。我真係看唔出來哦，唔按在意水面啊。唔錯噶，哦，唔老水面用嘅，跟你嘅意思應該係較在意我了，係咪？哎呦，回來。唔係啦，老事情講清楚好冇啦？講嘛該喏，你當奇怪，等見面。唔是講。結果啊，我就打電話叫計程車送小蓮去醫院啊，佢哦就一直喺度壓着，佢血還一直流呢。嚴重啊！係啊，到醫院以後哦，一定要啲醫生看到咧，醫生講嘛該冇？幹嘛？醫生啊，看到佢鴉片全部就係血，數還蠻高咯，就向佢托付咧。嗰是什麼真奇怪？咁明明喺樹樹上條馬夫咯。係啊，啊，佢跟佢拖。
有啊，伊哦还一直老医生讲佮假片无事情。眼看哦，佮医生哦，可能迄肺气癌哦，老佮咔嚓。骂个老骂个啊你？谁骂个喏？跟研究诉讼嘞，还得笑，不得不去。朱黑妹，讲，爽了安样，还咱欢喜哦。嘿，我来做嘛干喏哈？输就输爽嘞，唔会伫屋企休困，按好做生喏。初案部哦，家在有爱啦，迄个吼无爱伫旁边哦，一直安慰伊，一直帮伊打气。爱看哦，做就吓到昏脱咯。假使什么？亏心的咧，伫演规暗咧。对啊，佮输寒通通啊！佮以前无迄技术飞转。有啦，伊阿妈又推得咯，又较通着呀。是讲师傅，好等了，佮医生讲啊，莫伤到神经，迄讲伤到神经，吼，伊只师根就成为一个天才厨师。输就输爽嘞，还按好了。佮研究无爽快，还夹咧做音符卡，佮落去做嘛喏。我就想多无卡嘛稳的呢啊！伊阿只书中唔得切出来，伊阿只书中做咧调出来。太极啦，人事迄个无含过来，只莫做天数啊。你按天天做嘛喏？输就错伤了呀，还想到骗人啊？爱逞强，就剩伊技术天天做咧做嘛干咯哈，无拄了讲输讲有就好咧。还学，佮心肝领养上面唔对。小恩哥，你的伤口还痛不痛啊？较脏的啦。啊你哦，哎呦，要小心一点啊！这可是厨师的手哦，你应该好好保护它才对啊。怎么讲？你用啥？爱谈恋爱哦，出去谈啊！莫伫做好，刚输刚叫的。太阳。达子，你不要乱讲话啦。太姐，迄几多做嘅？3转。太姐啊，达子心情不好，怎么脸这么臭啊？无啦，来，你扣的你让我切开好吗？好，我来切。小仁哥，那个茄子是切条状还是块状哈？哎呀，拜托啊，咱来讲有哪切？安尼，看好土的，有无？安尼。做得，我来就好。这样我知道了，我懂了。你呢？你又伤到了右手，这样就不好了。用在只保卫了，让左右对称，对吗？哟，达子啊，你那13年抽到烟呢？唔係講出面去踢天咧，你做啲多做去水下呀，哈？冇啊。你條暗胎呢？唔會講哦，哈？心情唔好？冇啊。喲，你今日很樣嘅哈？平常哦最暗會講話嘅，今日就單槍會講冇啊呀，哈？你不偏嘅係嘛？哎呦，唔係啦。你還會講唔係哦？來，家子啊，你老太子講哈，你係唔係咪中意嘅阿里姑啊？
那啥会中意个厚脸皮啊？太姐，你讲没中意，迄嘛个意思啊？哈？大家就看得出来啊，水泥哦，没中意阿莲姑啊。俺当无像水迷的，伊个眼光很差。俺迄家子哦，早唔会中意小莲这种人。嘎子啊，你堂太子给发啦。迄讲哦，你冇办法表达对阿莲姑的感觉，你就应该勇敢讲出来啊，像水迷口样。安尼才唔会打坏睇你老水迷嘅关系咩？错冇？好啦好啦，唔是急啦，哈，你慢慢上课呐。啊，你的生意啊，你再给我坐下去哦，等一下哦就晒乌脱了。青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阳，初恋未爱你。长夜抚琴也渐起，如是故人须容起。青山下畔爬高峰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琴。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。山歌一曲难唱多。